你越淡定，你就越能拿到大结果。因为当你不够淡定的时候，你就会被男人看透你的底牌。当男人看透你的底牌了，他就会对你疯狂的杀价，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低成本持有你。你看是不是每次吵完架之后，你自己憋不住，低头求和好，看起来你们好像和好了，但实际上你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氛围不对劲，因为主动权呢完全不在自己的手上。所以在任何时候你都要保持淡定，你不能轻易暴露你自己的底牌。这么做并不是在阉割你的需求和情绪，你可以表达情绪，但前提是你在表达之前已经思考过了，我表达这个情绪之后呢，能够获得我想要的结果。男人总是临时来邀约你，你觉得他不尊重你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发脾气来表达情绪的，因为你既可以让他别总是来烦你，同时还能让他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，这个结果是值得你去发脾气的。但如果只是单纯的想发泄你的欲望，那么我建议你先啥也别做。要记住，不做比做错要好很多。暴露底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转的，情绪是一定会干扰动作导致变形的，男人就会透过你变形的动作读懂你背后的底牌到底是什么。博弈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赢了谁，而是为了让你获得你想要的一个结果。其实只要学完我的关系博弈课，你就会明白博弈的底层逻辑是什么。